新婚大使伫台湾，被认为是甲政治界往来上界密切的宗教家，伫政坛真有影响力。但是伊无介入，无干涉。伊过去捌做过国民党的党务顾问、甲中评委，甲每一个总统，为李登辉到蔡英文拢有互动。有几若届伫总统大选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，像1996年劝进着陈履安来选总统。 拍乱国民党的布局。2008年选总统，爱大家帮马英九找头路，投马英九一票。2015年，甲蔡英文比作是妈祖婆，甲洪秀条比作是观世音菩萨，希望因两人不管是食当选，拢会当护持台湾。新婚法师嘛有讲过，讲伊的地主无分哪力，拢是佛教徒。 佛光山创办人新婚大师郭和贵往活到97岁，成为佛光山开山总长新婚大师，被认为是台湾和政治界上接地来往的佛教大师。我也做了71年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员。 我也不会再做其他的。新婚大师1949年来台湾，尾要加入国民党。1986年担任南洋党务顾问，在1988年洪选的是中评委。过2年，正做头一位有党籍新婚访问中国的出家前，嘛认为新旧在台湾不应该是一个问题。像我自己是一个外省人，我的信徒至少几十万是本省人吧，他们也觉得。 这个什么神经问题不应该有。新闻大师嘛，伫咧真侪摆总统大选内底扮关键的角色，亲像捌控监察院前院长陈履安投入1996年头一摆总统直选，来影响南洋李连培布局，和国民党主流派关系总定起。1997年，新闻大师宣布佛光山封山，嘛互解说做事无什么目政治。 2000年，时任总统的陈水扁亲身去高雄请求，新闻大师同意并拍开佛光山的门，大家拢感觉伊和陈水扁真好。不过，伫咧2006年，新闻大师阁支持倒阿扁的运动，对陈水扁公开发声。总统是一个服务嘛，公仆嘛，要下台就下台嘛。2008年年初，看到当时竞选总统的马英九去佛光山拜会，新闻大师马来甲伊斗助选。他也是生意之一。他心里苦衷，大家不能生意苦衷。 2016年，政党阁一摆轮替进程，新闻大师嘛讲蔡英文是妈祖婆，佮甲当时要代表国民党出战的洪秀条比作是观世音。他是妈祖婆。 我是观音的弟子。因为政治的代志，常常互新婚大师引起争议。过去感觉家己真委屈，为了看破，代表家己真有力量。因为凡事只要对众生有利，就免考虑到个人利害关系。即摆新婚大师过往，嘛互伊信徒拢真笑脸伊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